钱呗，媳妇儿，我到家了，给狗叫。给点钱呗，给点钱，求你了，我没吃饭呢，给点钱。大哥，求你给点钱吧，好几天没吃饭，真可怜了，饿死了。不大好歹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挺大个老爷们就给1块钱，哎呦我给2块，谁让你也太抠了，出手就1块，我给5块。谢谢。谁到了这大老爷们就给1块钱，我给10块。谢谢一个男人，你太抠了，我给20。谢谢。干啥呢？刚我呢？啊，给你这个都给你来。谢谢大哥，这钱呢？没事，老弟，来，没事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刚嘛，来，老弟，来，谢谢大哥。媳妇儿，大姐，那哥走，老弟走，上下一个车，下一个来车了。哎，来车了。哎呀，真有钱，好人呢，好人呢，哥们。咋的？一伙了？不是，你给我1块钱，我怎么坐车回家呢？哎，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喂，秘书，把那个太平洋给我买上来，我从那盖个游泳池。你那妥协点喝谁呢？干嘛？还游泳池，还太平洋了，还干嘛？喂，爸，太平洋别卖啊，我还得游泳呢。啊，行，挂。你装嘛？不，你跟我说你装嘛？你跟我装嘛？哪有妥协？你给我当吧，不我。你给我装是吧？天天你本扒着在这儿跟我。你知道我装吗你？走啊，哥玩会儿球去。走，车上时间没到。哥，玩上了1个筐，咋整啊？这不是公用的吗？抢着玩呗。走。哎，干啥呀？干啥呢？玩球啊？玩球看不看我俩玩？没看着。有没有先来后到？是不是公用的？什么玩意公用的呀？就玩呢，咱就玩。来，宝贝，站住！干杯了啊！妈腿疼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，腿疼啊！哎呀，老铁们啊，抓住了啊！今天碰瓷儿的啊，碰瓷儿的，看着给我打的没？眼眶倒澄清，大牙打掉一个，大牙啊，大牙咋整啊？哥，咋整的？我今天第一个活呀。咋的？怎么说话呢？不是，哥，这有200。今儿就这么地儿啊！注意点，我告诉你，今后老铁们背住了。那个哥慢点开啊，下回注点意，跟我碰瓷儿。高手中的对决，输了不喝的。哎，你又偷吃，你都给我吃完了，你去给我买去。你看你又开始耍小脾气了。操！我都给你剥好了。